各位媒体伙伴们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尽快来救人。目前这个国盛6街现在的状况不好人已经尽可能找出来的就送到医院去。那现在在统帅的部分，地下1楼还有一位他的工作同仁在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尽量找一个工作面能够破坏一个缺口，能够进去把它救出来。那在3楼以上的住户，目前还没有联络到有11位到底这11位是还在饭店里面，还是在外面已经外出了没有联络到我们现在还在找人。那同时现在我们这个云门吹笛的部分现在因为是青岛的状况非常严重，我们迫切的希望我们国军能够给我们支援，能够有工兵班能够用类似苏花改的这些钢构，由中央赶快运输过来，把这个大楼撑住。因为刚刚到现在，它的倾倒的幅度越来越大，如果没有撑住的话，我们搜救人员在里面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希望中央能够尽快的来支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撑住这栋大楼？就如同台南大地震的时候，维冠大楼是有启动重大的西部的重机械把它撑住那现在我们看起来这栋大楼比维冠大楼可能要更大，这个可能有需要这个结构也更坚硬，可能需要这个直接用钢构来直接把它撑住，可能需要工兵班来支援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呼吁乡亲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余震不断，大家对于自己房屋在居家的结构有